个地方呢，里面有葫芦雕刻。葫芦雕刻就买来贴撇啦，我们现场就蛮多葫芦啦。是你嚟。南部嘅朋友呢，已經其他嘅料理風俗嘅當久嘅，個個有冇斑馬線嘅時節啊？咁佢想講啊，你擺落必須加線呢，就點你較好啊！我們滿超姐的粉絲專業人數可能比你的多50萬，50萬，干媽，要等到我們靜怡的位置。啊，來，交換。你覺得高雄不歡迎你嗎？不會啦，不會，當然不會。哦，不會歡迎我是？對，不會歡迎。選運動球的干貝的什麼哎？那某怪黑有50萬粉絲的，我想你們2位的粉絲人數應該沒有超過50萬吧？冇，我們3個加起來都沒有。還有我，要麼幹，那個老乾媽，人家可能比你年輕，不要這樣叫人。冇啦，你才老乾爹嘞！今天真的是要來得獎金的，一喊做龍頭出來嘞，這就市府長馬用走呢。因為你等了2年呢。要準備2道菜。本來去年要表現的是那一道，今年就多一道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大歡喜哦！1年100來到高雄嘅特別咧。都冇耐呢哦，千萬一特別嘅睇出界，看到你一下素菜也係素菜呢，其實呢，你係起名嘅移民貓。看到啦，嗱背後呢有2個對聯，對聯呢叫雙聯，然後下聯呀頭一隻字啊，丟起來都好係起，然後米就係特別起山然後米奴，那也就係2個素菜最主要嘅信用中心嘅。係啊，應該係咩講當叫冇耐吼，唐公禮拜吼劇組單位吼，講到外來到高雄電話響不停呢，真的。影響哦。安利就真嘅本太起個動上上下安利啦吼，不過呢第二班呢其他的哦，唔單止嚟比賽最主要係講，我嚟分享加不開米托本你太起個，馬上呢先嚟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強勞力強哦，去北部來到南部嚟老太起個上見面呢，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阿俊炳師傅，大家好，艾盧師傅，阿邊個歡迎，大家都歡迎到係親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大家好。上擺來嘅時間要來冇高雄啊？冇。哦，係上擺去花蓮嘅時間啊，算新鮮人呐。好，你馬上你來分享到我呢組嘅係表姊妹嘅，分享到萬州記老雪鳳記。大家好。大家都看到咱這兩片哈，分享到佢哋是每儂嘅表姊妹哦，記得係劉淑華啦、洪靜怡，歡迎。上擺就來個第一季嘛，哈，第1季的來賓。先來看到我風吹哦，係來自三拿的素菜，太起可能看唔熟，來問菜貼最了解。請問一下2位姐姐哦，三拿你有推薦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冇？三拿有一個最有名的地方，森林葫蘆藝術館。這個地方呢，裡面有葫蘆雕刻。葫蘆雕刻就買來貼撇啦，我們現場就蠻多葫蘆啦。是你而已。也可以親子 DIY。我們做得現場而做哦。嘿，做得咯。哦，啊，你有去過給大 B 做過嗎？有啥做過？有。哦，很好。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問這一題嗎？怎麼解？因為代表吉良山樹一定當巧。哦，錯。等下如果你做的對呀，等一下不一定，我們擺盤整個就比2個師傅更厲害。是這樣雕刻雕刻一隻螞蟻來。你給他們壓力好大。加油！哦，都門看一下咱吹兩片哦。其實咪攏兩道位哈，動到行音哈，但是一定有一些是我們不知道。洞火高，洞火學洞細，總真湖哦，最近還有露營，有帳篷的露營。對，剛剛講到嘅總政府啊，其實閩南嘅總政府最有名，因為一開始呢個雅典呢，全都給特別開始誒。哦，一下呢，還有其他，唐公冇叫我時間順風，還有中東都講嘅法係冇？錯，還有係乜嘅法？波斯菊。哦，哎呦，一聽凍醬，對，特色啊，風色啊樣。對。哇，所以你看，其實呢度高雄啊，凍到素菜，譬如講有人文的啊，咪有生態啊，其實凍到好高嘅景點，本大家做咧參考。但是呢，高雄最有名係乜嘅點啊？唔知誒。高雄最有名呢，就係要到邊熱情啦。嘿，南部嘅熱情又拿出來了。我們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
料理风绿蛋，凉脆会用现改嘅方式，结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而做嘅料理。在料之前，唔啲會觸到外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粉粉末。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外界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韓國哦，南部嘅朋友呢已經期待下嘅料理風綠蛋當久誒，大擺後到南部都過嘅有冇斑馬線嘅時節啦？佢會想講啊，你擺落比賽搞現在就等你較好啊呢。因為底下擺上係記得有體熱擺哦，大家風那就先講講，佢就先到風蛋，因為風蛋做唔得好，係啊，一定要先搶蛋，讓我有提示咯，各位觀眾，有提示咯。好，唔過呢，三下來先來看下佢哋吹色係嘛？貢婆杏鮑菇，貢婆杏鮑菇，係運貢婆也係運杏鮑菇啊。我想你好，兩家都會運，有可能哦。好，馬上我哋猜拳。風機來後誒，不要太兇狠。都三條布。哎呦，哦，你要不要線條哦。好，你想要先來咋點呢？紅燈不能走，綠燈可以走。好，啊，你要紅燈確定哈？一、二、三。好厲害！咩公公那種在夯嗎？哇，哎，我們一開始就開紅盤呢。果然是屬紅，對，紅盤開出來。我有可能記得現在係大隻嘅杏鮑菇，啊，你現在係細隻嘅杏鮑菇。你講乜呢？我們都已經從台北來到南部，還帶小的杏鮑菇。你有抗生啊？風聲。我先跟你講。因為我覺得兩個都是地獄啦，所以不會啊，最地獄的就只有徐師傅做到而已，小熊軟糖而已啊，全台灣有名的。你不應做嘅係黃色，所以你可以讓他自己選。你想選綠色還是黃色？好，來，自己來啊，準備。自己來，自己來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還好啦，對了。這什麼？這什麼？半輸啦，半輸啊 ，OK 啦。就走債嘛哈。宮保甜甜鹹鹹白啦，重點就是徐師傅哎。我自己開哈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青頭腐哦。哎，不是。咩？豆腐。這個是什麼啦？啊，你因為去到你要聽有學超英文安信誓旦旦的哈。經過跟小熊軟糖一搖，天下無敵的。好，你自己說的哦。對啦，簡單啦哈。看起來呢，太似嘅食材都唔會太困難，只要留姜寶姜下夾起來。故上呢，三下來就要平實啲嚟吼，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好，第一關呢，一個料理風綠蛋，睇下同蘇斯安用嘅做法啦，吼，姜寶嘅方式。先來問看那個風吹嘅姐姐，兩位姐姐，滿洲記老師風記有信心冇？有，我們滿昭姐比較淑女一點，她小小聲的，但是我記在心上，但要看她有沒有認真。你很多性冠地對對對，加油哦哈！你彈款攬水兩片哦，可能那個熱情下高哦，攬水有信心冇？有。哎，請啲下台上哦。加油啦哈！加油加油！這個士氣呢，我留給喊出來啊哈！來，徐師傅有信心啦哈。有。OK。充滿信心。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哋開始做了哈！哎，你也真勁有信心啦。啊，有，動簡單啦。哎，其實哈，我們歷來都南部啊，我蠻期待的，因為可能老北部嘅叫咪冇強用，都帶你南部嘅客家料理係咪強用？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看你好。說不定他們是例外的，冇會尬甜的。哎呦，滿洲姐，你係咪都緊張？有一些。講吧。1號是我的資深粉絲哎，所以他今天有一點點緊張，跟他共發。好啦，有贏的話給你拍照了，幫你徵求的，可以嗎？我們已經換賴了。哦，壓了。用過杏鮑菇，睇下有做過嗎？冇做過，冇做過。但是我跟你們講一下，我們滿昭姐的粉絲專業人數可能比你的多。啊，你們幾個就見見。哎呀。
做料理的粉丝不可能比你的多啦。真的吗？对呀，你讲出来，但我耳朵先盖一下。几豆沙蛮少，比他少的50万，50万，干妈，干妈好，你也喊干妈。希望目标，啊，你阿头做用薄嘅杏鲍菇，怎么个加发菜啊？加发菜啊，就比较澎湃的味啊。哎呀，也杏鲍菇哈，有一些韧性哈，切这样的话，第一是比较入味，然后第二的话是比较好嚼。像该在的该干贝啦，对，像干贝，你对对对系两面在咧切的哈。嘿，2片拢去切。哦，啊，你阿头菜后，等下最重要就是用薄该别个辣椒啦、花椒啊，你们有什么空调吗？秘密。秘密啦哈，秘密。那这样你先前面处理，等一下秘密的地方，我再请摄影师捕捉画面下，大家都这来了哈。好，这边是要直接大薯条了吗？哇，唔错。淑华姐，啊，你有带梅子粉吗？梅干薯条吗？冇。该买个粉啊，大粉。这个油温差不多嘞哈。嗯，对了，生意啊，生意。好勇敢哦！啊，淑华姐，你迄个6年前来的嘛哈？对啊。啊，俩差不多没哈？哎呦，静怡静怡在后尾，你来看一下这边好了。水派。静怡姐哈，很厉害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她包生子的。你也做你的串哦，月子餐的吗？她是做包包。懂厉害，就爱心嘛，而且懂会煮菜，他煮的都是宝宝料理。但是应该不要给宝宝吃宫保吧，哈？不会，他就会回到子宫了。田径洞球的干贝的什么哎？那某怪黑有50万粉丝的，我想你们2位的粉丝人数应该没有超过50万吧？我们3个加起来都没有。还有我。我走在皮底下款哦。哦，真的哦，心胸哦。哎，我是说我。不要再紧张了，他虽然长很可怕，我们攻守交换一下。哎，帅，够不呢？哎呀，这样就不会紧张。对，你看这里。哎，你是蓝队啊！你要差不多会同扑击球啊。快嘢戳嘅下。哦。哎，一set出来。你看你铁好醋嘛哈。要挡到我们静怡的位置。来，交换。你觉得高雄不欢迎你吗？不会啦，会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。哦，不会欢迎我是？对，不欢迎。等一下，该又出示腾讯啊，60秒。先帮你别一下，等下过了一个时间，你们就可以想一下，用要拍眼膜，好不好？好。满泽记，嗨，啊，钱都按钱了。田径洞球的干贝的什么哎？那某怪黑有50万粉丝的大网红。不过问一下，该系马个粉丝的专业嘛？做菜的记录啦。以前6年还做给老配洗版的，我想你们2位的粉丝人数应该没有超过50万吧？我们3个加起来都没有。还有我。哎，用等下诶，录个法则，我会抢松嘛，因为法则溜泡一下就好。因为等一下很爆过，它会继续会出水呢。对，它会出水呢。对，所以它不能太小火。它要大火。哦，要大火。会太火对。对。你就去量嗰個你一片妹打松皮咯。我们那边食物红还在处理红色的部分。今天所有关于粉色的色彩都是归他。那像会红的人呢？会红的。不会啊，不会红。你的是会黄的，会黄的。哎，头拿抹个什么？提醒你们一下啊，因为等一下他就该拍 ND 嘛，那厨师帮我啊，会用吗？我觉得不用哎，不用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啦，也够简单啦。这样差不多了吗？我们有机会看到花椒油的标吗？可以。其实花椒油让我一片标吧哈，因为花椒籽应该沥掉嘛。哎呀，你们是习惯沥掉花椒籽还是有溜蛋呢？我习惯沥掉，因为会有时候吃到会太麻哦，所以我这个先加起来。他很专业的。先让它降温哦。原本嘅油溜蛋，你小了用降温，因为那个很远，也那只会叫雾黑啦。哦，啊，满泽记你平常时就会有可传谈啊，讲料理高深吗？冇，我是个做着玩的，去甲做了，做神奇耶，做出事哎，他们都是坐着来赚钱的。满泽记，啊，你有会跳绳吗？唔会。唔会哈。啊，根本你等下嘅作品吼，宣告会用到你的粉丝专业上台吗？要吧，会标记我们吧，蹭一下热度吧，带一下流量。
先幫你理一下，我等下轉過來，我看一下咱水可能會用嘅牌兒咧。好好好。哎，梅乾薯條。哇，出菜咧！可以吃梅乾薯條了哈。哎，泡到凍醬呢？對啊。做到奶片呢？哦，你係辣油做好咧係嘛？係錯，辣油做好咧。我做啲皮一下看嗎？哦，真的哦，清雄哦。哎，我是說我。完全被忽略了。对。哦，有別到。做隊幫忙嘛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來，等一下，你要兩個方向。好。留下來電話講。過來，我要主持天數愛哦，好來。預備起。主持天數愛。好，你看着這邊的意思。矮啲咧。用木柱來點呐哈。好，師傅搶記號。搶台4。哦，阿嬌。他都進去啊。好嘛。你未別好咧哈。別好。哦，通一點吼。好。咱附近就適合添。哎，真經有炒湯哦。本地綜合味道。哦。你們這個水是什麼水？太白粉水。哦。還有試一下發菜。哎，用炒落去之後，個飯酥是咪軟體咧？差唔多咧啊。哦，一下啦哈。哦。30秒過去咯。不大。好香哦！你要全部過啊？好 ，OK。那，哦，等一下是個須知有聲音哦。做對嗎？我倒數咧，4、3、2、1。起來。還有什麼咧？好。哦，做對了。所以跟那個勾芡末哦。不是吧？不是哈。哇。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。你是說這2位嗎？對。你做一起眉頭看。OK。哦。OK。可以嗎？你搖頭的意思是？真的是很甜呢。南部，南部它打真也是它甜哦。嘿。很好吃。很好吃是不是？給他講啊，很好吃。那我們就放心了。好，這剩孔蓋片。來。難得的。好漂亮哦！哇，董強哎！你剛剛有沒有先拍起來了？沒有。哎，所以安吃差不多好了呢。哦，好了哈。哦，見證啊！那我們就來倒數咯。哦，好，走。煙草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鐵觀擁有宮保做料理，哪一組較讚到嘞？好，來到高雄要到 V A 鐵觀挑戰就是宮保的料理，馬上先對風吹嘅一個宮保杏鮑菇開始來設計哦。哦，非常有水耶。是有一件充滿哦，像法吉。像花枝一樣的口感，真緊要嘅摘菜海產嘅口味哦。韓國因為有切過，所以凍入味。這個杏鮑菇很軟嫩，而且入味。這樣切來煎好 Q 哦。那個杏鮑菇切成這樣，真的很像花枝，蠻有特色的。然後吃起來也有一點點嚼勁，這樣。味道嘛，但蠻好。韓國嘅先天優勢就係講哦，因為嘅杏鮑菇本身係出水，所以佢食起來嘅口感會下好。我哋一下完全一下冷水嘅一片哦，即係宮保嘅飯酥嚟食看哦，大家可能唔識食過哦。來，嘅飯酥要先鋪過。因為飯酥本身係甜嘅東西，韓國嘅專門係要加湯，所以辣甜愛用凍度好呢。而且佢飯酥尾鋪到凍度好。那一片有一些蔬菜，勾感呀宮保落去後，還吃到很搭哎，好像可以創造出新的菜色。係哦，很特別，懂特別，而且它甜甜的，然後搭配這個辣，辣又很好。一般炸地瓜薯條的話，可能就比較偏甜，對不對？對。最多落一些腐椒，有養聽聽啊呢。對，100組90分。幾分？90分。90分。啊，韓90分係到哪度？100。哦。想我參加300。哦。啊，青姐阿珍是到自家做農辦的。就是甜跟辣之間有達到一個平衡，然後甜而不膩這樣。跟辣度吼，因為食到最尾嘅時候，它會轉香。
因为记得可能甲下白嘅水节哦，有下多有下辣，所以吼甲白嘅水节哦，一白落去哦，佢香气咯辣度非常非常好。等下就来看一下两位师傅营养班来评分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先来请你准备师傅抢分数。好，1分了。好，唔怕嚟下看一下阿峰哥抢分数。哦，享受，一到1分。不抢公平。遐后前手度实吹，后心包本来伊是有水分，还遐头有正甲落起来酱的，遐香味。哦，遐头虽然讲遐公包也有白香，但可能芒老个酱料煮好时，老个放出白海咧，并个个酱料可能冇按润。哦，这昨天先做调好只酱料些放出海伊，好上个搅其实好润，所以从所有的个酱料，全部温度个杏鲍菇搭够样。阿凤讲嘅想法係？好，我某本个风度吼，贡布吼，佢嘅最基本的材料是干辣椒，干辣椒以外可能不用红烧啊，用办抹炒香啦，哦，还不用抹辣，吼，所以佢辣度很差一点啊。咱对方爱上爱讲吼，佢个贡布吼，个酱调落冻吼，佢有个层次感，食到有椒麻的味道，有辣椒的味道，啊最主要係。可能係手度嘅分數，是都有如何香嘅，所以我本難對，哦，是冇。可以來呢體育館地度，兩組都表現得當真的。唔過呢，稍後可以係阿牛鳳師傅哦，出到一個我嚟做宮保烤麩，到到牛做呢，搞本獵奇師傅。你講太極架有試過一個烤麩嘛？吼，今日就請了師傅來表演一下。好。好。你紹介一下食材啊！你烤麩到底係嘛東西啊？而家烤麩哦，其實是從個嗌到是個面筋、麵粉，麵粉做，你看幾個有孔，有嗎？有嗎？有啊。實在原來食了有啊，有高蛋白。哦。實在嘅。哦，啊，你咱都恐龍啦，吼，我烤麩又要是切對吧？我等下用泡的，吼。哦。法春唔是通過唔是，我等下恐龍用泡的。哦。大家有食過啲烤麩嗎？有食過。有哈。那為什麼會吃到那個烤麩啊？有時候會去蔬菜館，會點這一道。好，長年係時間看，我嘅溫度差不多係150到160。按半一下。溫度慢慢的烘熱到其實差不多好咧。哦，徐師傅，我一個問題，剛用泡好的過後，裡面是不是滿滿的油啊？唔係，這個可以改凍豆腐嗎？我唔是做過咧，可能未做得，因為佢叫凍豆腐係要啊，你下落加水用粘貼。哦，我就說比別啦，因為佢上來凍就凍豆腐誒。咁啊，該會用剪，唔會用切嘅。切的唔好切啦。切的唔好切啦，哦，我好用剪的啦。啊，籽冇喲？籽哦喲，籽哦喲。最香的蔬菜呢？最香的。都睇宮保嘅油我倒下少啊？嘟好，未做在講香油啦哈。免做講香油，因為以前的人食下油，啊兩下煙是食下冇油，是正常的原因。盧師傅，我剛才看到你給他捏肚子係嘛意思啊？沒有，來扯其實底部的水分才會把它濺出來啊。哦。水分捏出來，捏出來，其實會泡到好扯，冇時會變到已磨不會素底部可能水分安尼油，等下時會變到煮下一些油全部攪在一起。炸這個烤麩啊，是要炸到像炸豆腐一樣炸到蓬蓬的嗎？它介於到蓬起來跟還沒蓬起來之間。他今天回答都中庸之道哎，你今天怎麼來到高雄變那麼中庸？不會錯。不要忘記了，我們這裡是開出紅盤的滿招熟紅系列，有新型某啊，有。很危險啦！不要哭了。南部嘅漢板煎哦，你看一定要漢加米粉呢。他吃得飽。你們是沒有吃晚餐是嗎？有個南部特殊啊哈，那個都甜一度，很甜蜜這樣。想說來吃個鹹派還是有樣。阿兄，你要鋪嘅時間等下有2次回鍋嗎？50。哦，這鋪到從面腸嗰種感覺有經驗，要扯，但是總啲香硬食咧是唔好食嘅。哦，外酥內軟。照炒。哦，先炒油哦。大家有學起來嗎？沒有油哦，哈。發酵了面強下落去。強下照炒。不用油誒，都強誒。你看，我哋下肯定該炒哦。
你跑到你底下油饼下以后啊，佢嘅油嘅温度下高，佢嘅干辣椒所變用法。下浮不變浮，有下浮，所以應該是安樣炒熟。哦，用啲油變到兩片。嗯。哦，就會拄好嘞，真的是中庸之道。我發現它懂香哎。嗯。超香的。有哈。嗯。你看下它係用芒果，我哋下未照炒哦。嗯。好，那差不多要啊。好。哎。這個時候要加調油。不給吃一下。可是你有冇出泡爛嗎？哦，有一點。不會。一點點，水，還水，對，哦水，好 ，OK， 好，哦，我等下慢慢放落去哦，我先把啲梅頭先煮出來。我請問一下，那個乾辣椒這樣乾炒要炒多少分鐘？多少分鐘？我差唔多，你係太，只不過下太火要差唔多炒。1到2分鐘是做對的，我哋要不用。溫度來說要溫度老嘅時間哦，可能是主要靠大家聞起來，怕它有香氣出來就好，但不能到燒焦的。不過又燒應該是做的。哎，徐師傅，你剛才調的是南部口味嗎？哎，南部口味嘛。我一再強調哦。哇，盧師傅婆都懂醬哎。係啊，好懂醬哦，先平下來。你係最美啦，像蓋下攬出個飯酥啊，假設係你下細節長去表，這時候它酥脆就會保吸溜。可是不是一般說夾法就落去啊，再有籽汁會被扣分嗎？唔係，我等下盛盤嘅時間，我等下試嘅時間唔落個籽汁，讓你塗睇。你一個一個挑啊？我那個濃濃嘅時候，對。好，那我們就代替大家感謝你哦。好，兩摸水咧，少到摸水，我喊佢教水，放去韓國一道嘅烤麩地段。以前咪可能係吹料，因為像聽話講飯酥，可能經加水，佢就係免體。哦。但是電到你係烤麩，佢加水，佢喊咪做個係醬。誒，佢後唔降水。冇強用嘅食材啊。像呢啲地波卡嘅時節，一般波卡要加番茄醬同埋椒醬，吼，佢咪就會變一啲咯。哦。誒，佢又變到豐盛啦。哦。差唔多咯。誒，家下發菜係用鋪嘅。鋪嘅。這個要，那就鋪一下就好咧。鋪一下就好咧。提條咩係最美醬去表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你看師傅炒起來就冇強用哦，跟辣椒嘅風色很有保留。好漂亮哦！我們睇下，可以睇。宮保烤麩。安陽吃風色咯。永波烤麩，睇起咁啲有吃色高冇？天下呢，我們來試試看看。對，你哋要緊緊係嘅提隻白雪到吼。它好鬆軟哦，其實食起來當成喺海綿口感嘅。它這種辣呢，係嗰種係講你講是辣的方面感受咧，因為它是黑波呢，會覺得說喉嚨有點溫熱，不會很辣，主要是香。懂香啊！也同樣烤麩哈，因為伊會到安尼細孔哈。哦，對，哎，它很會吸味道。錯，哎，真好吃。它有香氣，然後又不會很膩，然後也不會太辣，所以非常好吃。哦，你們兩個都很會形容了呢。用薄的烤麩做成用飯。烤麩他們用凍豆腐。宮保雞丁原來也可以用這樣子的那種類似麵筋的東西入菜，我覺得還蠻有特色，蠻特別的。那個烤麩其實係一種麵粉啊，用水啊，用搓寸下攞一個軟拍子就會烤麩，它是低碳水、低脂肪，唔夠軟拍子凍過。傅裕聰學下，從來都要按配感應做的要學的。例如盧師傅，你覺得好吃嗎？你不要牽拖。最主要係個食材後，佢會做個醬料啊，咧後佢來香味啊，咧春做落去香煙啊。都好選，但是吃香豆咪做唔得咯。係啦，不能過量啦，吼。安陽睇起來都偏鬆，各位把頭前係1-1咯，馬上就會進行最關迷關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。
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其实呢，了解来到南部六阳哦，我老婆前韩家里团队都十分香诶，前一年就请下来，而且呢，我有数到一个鲜宝哦，讲中北腔，全部係沒有吹什麼嘅小樣。哎呀，本人發現咯，太狂愛都市嘅係嘛？來到一個南部高雄呀美食天堂，真的不要再控制體重了。古時候呢，佢們也管厲害嘅係亞布卡嘅陳鴨食堂，嗰大起碼嘅食材呢，嗬，像每下風吹帶來料理都媽名啊，好可愛鹹鹽飯，鹽飯呢，係咩就係你講嘅一個湯圓。南部個鹽飯呢？哦，神奇哦！怎麼該會先料吃料理呢？來摸一頓好食啊，摸一頓好食，又講縫片啦！而且不要忘記了，我們這裡是開出紅盤的滿招熟紅系列，很多朋友連鹽飯呢都是縫的哦，有心情某啊？有。他對象啦，不要哭了。哦，看看就係攬嘴了解。啊，你都有吃過不卡係燒肉係嘛嘅？滷味、鹹酥雞。鹽酥雞，對，我們是好朋友。啊，今日要做嘅這個材料，菜色個名按到嘛嘅？乾拌滷味雙拼盤。雙拼盤意思係做兩套係冇？錯。哦，咁我應該自己不下，因為成個滷味做嘅燒肉。糯米做的棒棒酒啊，小樣一定要做的寬天絲、寬天羊有冇？哦，錯。對。啊，根本嘅認為係最尾一套菜咯。等下你兩菜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指定下台上。加油哦，憑實力了。天朝馬松都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哋快洗手咯。伯謙，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。嘛個？因為啊，縣民跟我說呢，兩個南部人看慢說，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炒熱。快結束了呢。對，冇會把其他轉一張收尾法吼，我干冇晒啦。係啊。報名條件有來啊，所以我們要。尤其是我的滿招姐，對，粉絲呢，那差一點要給他嘰咕了。滿招姐要發生什麼事情？誰做的粘土？這什麼？也鹹鹽飯，也鹽飯呢？此人呢什麼係？你還搶色係嗎？搶色蝶豆花，黃色的，黃色的都南瓜，水紅色波兩個。2個都了，好厲害哦！哎，今天非常好看哎，中獎哎！你們家宵夜啊功夫哦，做起來變起來嗎？對放片啊！南部嘅漢板人哦，看記得漢家米粉呢，他吃得飽。哎，你們是沒有吃晚餐是嗎？如果今天凍碰盤，你先做一下哈，等下這個比較香哎，你就給我。哇！哎，兩片嘅寫出應該會按碰牌啊！我跟你說，我一定要吃王子麵，我吃滷味都是吃王子麵配湯就好了。現在我們是要現煮滷味嗎？對啊，乾拌滷味，就是家裡有什麼醬啊，你都可以把它拿來，就是跟我們的冰箱有的食材，就是把它拌一拌。聽到台家講哦，你呀是哦，你還是加熱滷味，你唔係，你係現煮誒，太厲害了！你準備嘅那個乾拌醬誒，係乜種啊？哦，這個是韓式辣椒醬，那這個是那個有點像是四川的醬，那這是我們美濃的醋。你如果今天想要吃就是原味的，我也可以就是醋，那加一點點就是蔥蒜，然後美濃的那個醋是不是半條剛剛會改嘅？超猛超！它那個是美濃才有的，南部醬油哎，好酸係嗎？那個超好吃的，很香哎。你懂厲害耶！我們在美濃吃板條的時候都會改嘅。剛才講係乾拌嘛？嘿，那你們就不會有滷汁嘍？滷汁就是把它收乾，所以我們才叫做乾拌滷味。記憶你有吃過嗎？有哦，經常吃啊，好好哦。那你怎麼保持身材的？就是帶小孩，因為這真的會胖哦，我先說。對，你剛才不是還說不會胖嗎？看到安鋪買雪菜，因為唔會肥的。好啦，我覺得他現在在前置，好，等下多賺了，可能開始炒料了，拿出來哈。好，用梅的哦。哇，我們真的是聞香下馬呢。哎，少隻紅就唔會按用按香。而且看起切到幾優秀誒。南部主要鹹的鹽飯呢，有肉桶嗎？那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對，因為有一次人家跟我說，他就想說，對，都南部特殊啊哈，馬該都甜一度，很甜蜜這樣，想說來吃個鹹派哈，總是鹹的吧？還是有加糖。亞麻乾，那
那个老干妈，人家可能比你年轻，不要这样叫人。你才老干爹嘞！今天真的是要来得奖金的。你喊做龙头出来，这就4府怎么用走呢？因为你等了6年。要准备2道菜。本来去年要表现的是那一道，哦，今年就多一道。景进就等于讲哈，来到南部搞是因为点亮水啊，它的半糖就是台北的全糖。因为他们这里的人情味都很甜蜜啊，但你要敢够啦哈。有可能喺台南嗰片。台南卡是高甜，高雄冇啦哈。汉也是高雄。你画的好干净哦。没有，没有。两行在保留它感人的蜜头。哦，这个最香。你看它这个沏下去之后，还有厉害哦。哇！有这个酱香味现出来，啊个反正其实不用，因为肉都应该先通再冰落去，啊用是直接冰啊，2时的，直接还煮是到底咧？哦，2下冰下去啦。所以大家去看出来哦，南部哦，甲呛出来，其实老北部差不多，差不多啦，系啊。但是北部还会甲同好啊，甲季节，他要吃当季的较好。米粉吼等于配方来做的，有咩也10个诶，哦，也熟嘅。用滚水10个哦，他们这2个算各自的客家料理呢。你给抓到个米哈，就懂我是。其实哈，你煮面、煮汤或是煮汤饭，都是用这个料。哦，错。所以你俩每做咧先煮时咧，变到变小，都唔会选。咩？佢講嘅邊向邊向喺做的先別烘來。哦，該料啊。先別烘來，看看冷通烘。这个不能煮太久。好。煮越久它就越稀。还是不要煮，直接放在这里。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降低它的温度。哦。差不多了。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加颜色看起来就看到了米粉了，看你坐在狗一个老款嘞。好。哎呦，景进就加汤不爱发现呢，但是辣本来就配甜呐哈。尤其超赞，尤其韩国的该辣酱本身是甜甜的。哇！大家去过韩国吗？这个街头小吃呢，这看起来超赞的。哇，你真的满足各种我们不能出国的欲望呢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有点像韩式的那种。对。啊，一个就是台式食材，我就学过了，该韩国辣酱该甜版呐。但是我吃的很容易破狗哎，一定很容易痛狗哎。你在减肥？对。你懂我。没错。哎呦，就这样用紧落去哦。所以给它一直吸啦。对。然后厉害了。另外一锅是要炒另外一种酱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哦。哎，所以应该韩国的辣酱是就加糖，还有辣椒酱，然后还有蜂蜜。蜂蜜。蜂蜜哦。对。蜂蜜它会有一种粘稠性的感觉，然后我们的食材会比较有亮泽性的感觉。哇，加个杏听起来就很有质感哎。对，没1年前了参加节目过后，之后每一集都有看。我就知道，因为他这些秘诀都节目懂都有讲，好厉害哦！为什么重视罐头？所以你等了我们2年再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哦，sau哦，整一对哦，从川味啊，好。结果隔了2年，我们参赛者进步那么多，伯谦我们有进步吗？我是有变瘦啦，有吗？我是看不出来。哎，刚好师傅就讲我表个发酵的时间就会下倒哦。等下要给发胶纸我留给逼出来吗？没有。哎，静怡又静音了吗？他们好有默契哦，结果那个。你觉得有哪一个呢？亚麻干，那个老干妈，对，有加那个花生，人家可能比你年轻，不要这样叫人。我啦，这个品牌的恩头，你才老干爹嘞，在动用的呀。哦，哎呦，好呛口哎！怕胖的人都是鸟蛋是吗？对，是。我们的淑华已经练了2年了哦。今天真的是要来得奖金的，款家听到是一听我来得奖金呢。我下到休息室问讲吼，因为去天意摆落呀，我就问淑华说，你这一次想得第几名？他就这样，他这个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。你喊做龙头出来，这就4府怎么用走呢？因为你等了6年呢，等了6年，所以要准备2道菜。对，本来去年要表现的是那一道，今年就多一道。吊炸都是按辣的，抹辣，
来一直会变甜甜。哈，啊，俩头没动烂。嘿。生意哦。这个是加盐嘛？对。生意哦。那个地板有冰嘛？该。生意哦。好。那你吃完这个，隔天要记得会有点水肿哦。嗯，对。好，刚刚有你先来倒数喽。好，太厉害了，太澎湃了哈！天成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面一关咯，阿布卡嘅陈鸭舌头，奈布卡卡针对咧。发现到啊，南部嘅乡亲朋友哦，佢暗夜食同地都食咧，色彩係很澎湃哦。現在對風吹叫我嚟吃看那客家鹹鹽飯呢。哇！我那窮下雪下好雪咯。感覺要通條係最件事都煩呢，好好食咯。哦，你阿頭錘嘅通條正經凍好雪，又白到哦。我觉得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？芋头米粉汤，鲳魚米粉湯這樣。cái thông theo唔會凍沖。要本身用不開米頭就安尼嗎？做啲提早放喺冰箱吼，我用嘅時間水滾咧，啊也料冰下去，面冰下去，它都好。晚上当宵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对，它整个装饰起来就让我觉得食欲都上来了。其實你阿頭錘未做到按到嘅法拉必波人吼，來你好，來完全你咱處理嘛個雙拼啊，該傳苗嘅干拌卤味哦，干拌卤味。為什麼要先問呢？是因為剛才阿姐讓人講哦，這個兩拼雙拼，它有推薦先吃的哦，要先吃川味的。川味，再吃韓式的。川味是這個青菜鋪粉的嘛，哈。辣椒就白到，非常香哎。雖然講它的基底很辣的，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很清爽。因為給它用炒澡哎，而且有點稍微放冷了，滷味放冷了也好吃，就會給它增功夫哎。cái香味啊，然後cái辣味啊，真正非常辣。那吃吃看韓式的哦，因為辣香愛用凍肚吼。這個滷味吃下去，宵夜不得了哎，不用睡覺了，整個嗨了耶，好好吃哦，濃厚色的，可以配一個啤酒，應該是不是？對不對？而且可以配韓式燒酒，對。那其實這種方式的話，有點像是我們的東山鴨頭，其實東山鴨頭乾炒的，對，就有點乾炒的這樣子。你自己就不開就買醬，是用買個醬，其實材料食材係差唔多嘅。就看本上有麻誒，你就煮麻誒。調查嘅主題嘛，就係用因為俺不給時間賣唔到，所以自己在家裡面做深夜的自家料理，就係俺用因。有四川口味，還有韓國嘅口味，我覺得會大賣哦。不過等下看師傅到底會分哪一組嘅分數咯。好，你啊關咧這件懂競爭，我覺得師傅們應該要懂難評吼。馬上先來請你啊，準備師傅搶分數。藍錘一分，好，再接再厲，看一下阿富搶分數。你係藍錘，哇，都想會出軌了。阿斌哥搶公平，深夜咧個食堂嘛，所以東西頭哦，是不是好衝梅頭樣個好有個罪惡感。兩片春好時代，呢一片水住嚟講，我哋本來想講佢凍短嘅時間誘發出鹽梅麼？佢做了出來，雖然講挑戰凍到個做兩片冇恐龍嘅梅頭，但係主要係講。我是都好驚豔的感覺，兩片川凍好水啦。阿鳳講你的想法咧？風水真緊做到凍好啦，是正差不多。我的想法吼是講甲油蔥啊，按個冰下倒底，加梅頭出來是做的是凍好，真緊做到凍好，是差不多油蔥哦。按我本該藍隊吼，我的想法是講吼，去加梅頭，每一個味道都有出到韓式是韓式的梅頭，沒有東域創意啊。川味是都有川味。很清爽，是都個蔬菜沒乜講強辣，獨吼，有發揮的想象的創意變大個麵包地板都有創意，所以應該本藍隊。真緊就本意上的犯罪哈，有，罪惡感很重。好啦，那一下呢比賽之前都要到畢業，等下馬上出來頒獎咯。其實呢，我知道嚟到南部啊，嚟拍節目啊，青挑，
因为呢火药味变得好淡哦，没有了，对，都好温馨哦，都唱不卡，都会分享料理享用。啊，不过今日比赛哦，蓝水动厉害，得到3分，风水要动强，妈妈的米头最正统，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蓝水。好，我看一下蓝水基本上大体后面我就得到胜片跳给加出去。耶！厉害，真的，嘉德是准批的6年。对呀。可是呢，我这边可是等了10年呐。那个满洲记等了10年，能看到爱呢？对呀。今天呢，满洲记嘉德得到的不单枪是瑞士进口不锈钢奶锅组，还会得到我的拥抱一个。恭喜！我今天最高兴的是可以看到明珠。对，我已经是他的大礼了，我等下跟他回家。我们要录第2集，小姐。好啦，你看一下蓝水的片，因为记得一个电动球咧啊，他刚才非常小李讲哦，还没因为去参加过啦，所以涨分去得奖，完全唔系，你是实力说话的。然后大家都分享一下今年参加的感想。哦，就亲粉去就是再来参加，就是来节目安尼，希望就是下一摆还有来机会再来参加安尼。好，涨分去等2年好吗？唔好啦。定义啦哈，今天参加的感想，让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一家之主，我可以陪着姐姐来参加比赛，然后也学了几句很棒的一个客家话。hosi， 你刚说几句，可是你只是讲1句而已啊，一直发动哦，来。西部走的。啊，西部走的，师傅做的啊吗？师傅走，师傅走，再一个，师傅走哎，把 cam 动4温来，不要，不要这个，没有用。好了，今日非常感谢你哦，加上航班汉语机会2姊妹强下来，俺也下辈没好好进步，更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。哦，上好了呢，来谈一下你满洲记哦。满洲记一定要来参加行的，刚才应该已经有表现出来了。不过呢，先讲不太清了了解哈。第一摆参加嘅节目，小朋友唔可以紧张，见朋友个紧张，没个紧张，因为我法度想那个现场是怎么样，真的很高兴可以有这个经验呐。你已经呢带动来的头号粉丝的头衔了，一路从第1关就开红盘的淑红姐，要拜了参加，有乜嘅心得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哈，然后也有一点紧张。但是没有关系哈，我们2年后再接再厉，谢谢大家。下站帖喽。然后我们来一次呢，呀，南部的乡亲朋友全部组队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够等6年啊，2年他们都在磨刀哎。好，6年过后，哎，不用了，我明年再来一次啊，明年再来一次，马上就来挑战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！今天真是挺欢喜的啦，因为你真嘅係1年來1擺啊，吼，看到台灣嘅真係想看到老朋友共用。古時候講呢，節目來到南部哦，早前呢就要來感受台灣熱情，品嘗台灣嘅好料理。冇錯，感受熱情才係最重要啊！因為這兩組吼煮的菜哦，全部的主不能不抗硬血的，吃出他們對一家的愛，你係真係最重要嘅事情。所以今天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加入報名參加哦。真勁動感車睇起來，安用帶動其他的心，等你搶下來，記得咯，一家之主，等你搶下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